昨天呢，也就是11月1号，商务部下发了一个通知，部署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保障今冬明春广大人民群众必需品供应充足，切实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，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，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。大家伙儿也不知道听没听明白啊？就是说呀，让大家伙儿多准备点粮食和日常必需品，别跟以前似的，你买大米一买5斤，买豆油你一买2斤，买大白菜你一颗一颗买啊！你等突发情况一来，要是封城了，你该抓瞎了。家里是要啥啥没有，哎，不让你出门吧，你说那也不能让你吃锅盖呀，是不是？让你出门吧，这个防疫规定啊，到时候就不允许了啊。再往严重的说，到时候就算让你出门，你可能啥也你买不着了啊。这话呀，我可不是吓唬你，常看新闻的呀都清楚，可能要发生什么。越是非常时期，越要服从国家命令啊，听从指挥，做到有备无患。你别起咬讹掌，只有步调一致，才能打胜仗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咱们农村呐有菜窖，萝卜、白菜、土豆子，你多准备点儿，自己够吃的前提下呀，给你城里的这亲戚朋友准备点儿啊，别拿我说的话呀当耳旁风，赶紧行动起来啊！我的呱呱，是这个高压，我的呱呱，我的个小怪嘞，我的个妈了！哟哟，好狠啊！卖大米的从来没想到今年能这么火。那是给我来个月的。有刚刚有。哎，也女火，没好吃饭吃来了你们还有点厉害呀，把米都卖完了，那我买啥子？全部都卖空完。南安超市，福建省南安超市货架货品都被抢光喽！南安湖西超市。啊，都被抢光了，整家超市都被抢光了哈。食品是厦门唐朝食品配送商，然后抢的货架带头是霞龙干货。